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今日要来看到，这是五花杂色的花丝卷，有咸的烟肠起司口味，嘛有甜的珍珠粉泥。另外，头家现做的红豆仔，也有蚵仔口味，嘛是互人一嘴煞一嘴。头家逐工透早传料，坚持现点现煮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内底啊大碗搁满甜，吃起来口感有骨落圆，做生意无甲一年，都已经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特别爱这味。 一卷一卷的花丝卷落油鼎落去煎，爱煎到金黄色才会当甲冰平，安尼当甲这个花丝卷内底水分搭逼出来，了后就会当起鼎，安尼伊的外皮才会酥搁脆。我的话，我就是觉得坚持要用纸巾擦过，让油减少更多，然后自己吃得也安心，客人吃得也安心。花丝卷甲切开了后，用鸡肉甲烟肠鸡仔来甲做这个内餡。 安尼还阁无够，就爱阁来倒打即落香色的起司。花丝卷甲放喺烘箱内底，甲烘3分钟，甲烘甲起司扬去，顶悬才阁来淋即个汤仔豆酱，就是即款真有创意的食法，互人客拢安尼演甲唰唰叫。发觉它的油很干净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喜欢它银丝卷那种外酥内软的口感。 然后又比较喜欢甜咸的口味，所以我就点了起司炼乳这个口味。我只有银丝卷，它为了开发这个市场，所以我觉得要更多口味才会有市场。半点钟了后，红豆的火爱甲关起来，爱搁伫个鼎内小翕一下。这时炊色的蚵仔就爱甲掺白糖，甲倒入去芳咖机仔内底，甲加做芋泥。 加好芋泥就爱甲入罐，还阁爱来甲过滤加出来的水分，刷落来就是要拍这个红豆仔泥。红豆仔含一丝仔白糖甲掺做伙，毋过就爱分锅来做，安尼才有法度来保留红豆仔的滋味。80年厝的真越洋汽车修理科毕业了后，本来是伫这个连锁药妆店做小主管的职务。虽然讲工作的环境袂歹嘛，真稳定。毋过伊较会想要变变，伊想要家己创业。伊伫咧读册的时阵就一直安尼想，所以决定讲要来摆摊做生意。最惨的状况，有时候连续1、2天一来就下午后雷阵雨，然后下到整个晚上，然后就可能一天只卖个10几条这样子，然后就连500块都没有。我觉得他蛮有勇气的，对，是会很辛苦，因为风吹日晒雨淋，然后又是摆路边摊。 就算讲即马逐工安尼风吹日头晒，即落做生意的艰苦，甲较早上班的时起落是差真济。毋过伊甲食苦，甲当做食补。我想应该谢谢我老婆吧，然后就是因为毕竟做生意就是工作不稳定，薪水不稳定，然后她还是每天要默默的在我后面支持。80年厝的真越洋，伊吉头壳高扁扁。 卖即落特色的小食，就算讲安尼家己创业有较劳心苦战，靠即落薄薄仔赚的花丝卷，安尼一升5银豆豆甲捏集起来，一步一卡热，安尼嘛，互伊做着更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